尚书令大人，还请稍后。我这儿也有证据，要提班女妇呈上。你是哪来的女子？公堂之上哪有你说话的余地？我乃中山王之女，北乡公主刘燕。依我朝律法，公主未比列侯。公堂之上，你区区一个大夫就敢大放厥词，怎么我还不能说话了吗？下官失礼，还请公主恕罪。尚书令大人，本宫此次前来，绝无以公主身份仗势欺人之意。只不过，班女妇是本宫的师傅，师傅有难，弟子怎能坐视不管呢？故此，我等公学弟子也收来了一些证据，足以证明刚才朱明堂所说全是一派胡言。哦，公主有何证据？这是一份朱府小妾柔娘娘家邻居5人联署的证言，这足以证明柔娘每次回家归宁时都是以朱夫人的身份，而且柔娘之母也向外吹嘘过，说朱明堂对柔娘说过，只要她休了朱夫人，就立刻立她为夫人。哦不，这些都是污蔑。大人，市井妇人之言，不过都是妄想，怎么可以作为证据呢？大人。哦。这是京城最大的银楼7珍房的订货契书，这上面可是有朱明堂朱大人的亲笔署名，写明于5月11日为夫人朱苗氏定制珠钗一只。据我所知，朱夫人可是姓杨的吧？倒是那位贵府小妾，她大名可叫苗柔娘。这，大人，我乃朝廷命官，平日公务繁忙，写许契书哪有细看的？不过就是下人拟好了，我再随手写上名字罢了。啊，定是家中小妾妄为，待我归家之后，重重责罚他就是。我看你是舍不得吧？我还有一位证人，来。这个叫双燕的丫头之前在朱府服侍过，她可以作证。朱明堂之前曾多次纵容其妾室欺凌其妻，不单克扣朱夫人的饮食，还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妻子推倒在地而不阻止。你看看他手上的新伤旧伤，如此惨状，除了那位受尽宠爱的小妾，还有谁能干得出来？朱明堂，她可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你儿子的亲娘，你良心何在？怎么这么恶？尚书令大人，朱明堂不仅纵容其妾以正妻名义行事，又多次放任其殴打朱杨氏。如果这都不算宠妾灭妻，还能叫什么？肃静，肃静！朱明堂，你又作何解释啊？大人明鉴，夫妻之间哪有不起争执的？那些都是误伤而已。刚才卓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在班叔行凶之前，他并未受过殴打。我可以作证，家母是受家父的威胁，才不得不在公堂之上说出如此违心之言。大人，学生深知依亲亲相依，子不能告父之规。我原本不该上堂为证，但家母助朱家为父多年，并无失德之举，却遭家父和小妾如此辱打。学生身为人子，实在是不能置若罔闻，所以学生宁愿事后接受严惩，也要揭发我家父威逼家母之实。这是昨日家父写给家母的书信，信中直言，若家母不在堂上否认他被小妾虐打之事，家父必要将我逐出家门。哎呦，这太没有人性了！就单纯打得好，这样呀！阿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肃静！学生自知罪孽深重，但母恩重于天。我若任凭母亲被人欺凌，师尊被人诬告，我还有何面目拒于天地？还请尚书令大人明察。尚书令大人，您可是亲眼所见，这朱明堂在公堂上就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他殴打亲子，对我这个公主无礼，想必他在私底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《吕氏春秋》有言：妻妾不分，则家事乱。这您不会不知道吧？
没错，昔日哀帝父皇后之父孔襄侯傅晏，因乱妻妾之位，被免官夺爵。国丈上是如此，大夫岂能例外？请依律法降祝明堂以重责，以正天下纲纪。家母无辜受辱多年，请依律法判我家父家母和离，并赐还陪嫁家产。娘，你可愿意？臣妾愿意，请青天大老爷明察。合理，明察，肃静，肃静！公学学生朱丁以子告父，犯不孝罪，一律判笞刑10纪；女妇班书误伤朝廷命官，一律判笞刑20纪。光禄大夫朱明堂作乱妻妾之位，证据确凿，一律免官。至于夺爵之事，后本官上奏天听之后再行裁处。小妾朱苗氏欺凌大妇，判情刑，并笞刑10纪。另准朱明堂与朱杨氏和离，除陪嫁外，得3成家资。朱丁冠礼前，可以朱杨氏而居。娘，我们的苦日子过完了。娘，师傅，我们赢了。师傅，这些证据都是我们找来的，我们棒不棒？棒！你们棒极了，你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特别是阿燕，这回你可是第2次救我了，师傅要好好谢谢你呢。顺手而已。本公主最喜欢收拾那些不要脸的狐狸精了。公主，八女妇，大恩不言谢。要不是阿丁当机立断，今天我可就真拖累你们了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们师傅啊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谁想整他都整不着。朱大人是这样，寇兰芝也是这样，哼，以后啊，有他们好日子过的。寇兰芝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阿玲，朱丁，我娘的老家不是和寇女妇是一处的吗？她回去之后啊，我没事就常打听。昨天我表姑进京，正好说到寇女妇的事儿，说她回去没多久之后，伯父做主就匆匆把她嫁给了一个姓陈的太守儿子。那个男的虽然只是个郡丞，可心里头却傲气得很。听说了寇女妇之前和邓大将军订过婚，后来又退婚的事儿，就闹得不可开交。他娘也是个厉害人，没事就找寇女妇的麻烦，还说他们家骗婚，嫁了个破鞋过去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他们凭什么欺负兰芝姐？我这就派些人过去找那个姓陈的算账。别去，寇兰芝老家在阳谷，你爹是中山王，两处离得那么远。况且她婆家又是太守，就算你摆出公主的架子，人家也未必怕你。再说，就算你帮她出一时之气，可她还在那儿，得一辈子做陈家的儿媳妇。那怎么办呀？我总不能看着兰芝姐这样受欺负吧？你姐姐是我的亲骨肉，我怎能不心疼她呢？可是你不懂，天下的女人只要被退婚的，绝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。对，都怪那个班叔，要不是他，邓大将军怎么能变心？我姐姐怎么可能会被退婚？对，他就是一切的起因。姐，你等着，阿凤一定会帮你报仇的。姑娘，你今天没事儿，应该开心才是啊！怎么突然一下子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了呢？佩环，你想过以后嫁人没有？少爷说了，等我到了20岁，就许我出府嫁人。那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以后嫁的人对你不好，你要怎么办啊？不好，那能怎么办啊？忍着呗。从小我就见我娘挨打，经常背地里偷偷的一个人抹眼泪，可这不就是女人的命吗？连你也这么想？啊，是奴婢说的不对吗？啊，没什么。佩环，你先下去吧。
不能这个样子。你们好，师傅，咱们宫学今天怎么又改了规矩？姚女妇去教男弟子那边，你又回来啦？因为从今天起，我想教你们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，而这些内容呢，不能让男生们知道。什么东西啊？搞得这么神秘？请说。谢谢。女戒，女戒，师傅，这种宣扬男尊女卑、要女人贤良淑德的东西，怎么能让我们学呢？对，不仅要学，而且要好好的学。大伙儿想一想，我姑姑曹大姑可不是那种市井渔妇，还曾教出了像太后娘娘那样执掌天下的女子，怎么会不分青红皂白的说出男尊女卑这样的话呢？我告诉你们吧，这部书里面其实讲的是如何跟男子们相处的道理。你们当中呢，最小的14岁，最大的已经16岁，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。以往我们这些女妇呢，只是教你们一些像毛诗、孝道，最多加上一些奇闻趣事，还有掌故史实。可这些东西呢，对于你们以后为人妻、为人母，却没有任何的帮助。朱夫人还有寇女妇的事情，想必你们也都知道了吧？难道她们不是贤良淑德、学富五车吗？可是，一旦所托非人，就只能以泪洗面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我一定要教给你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你们不但要跟着我好好的学习这本女戒，还要学会如何扬长避短、机智的和男人们相处，还要学习管家、理事、记账，甚至做生意，还有骑马和武功。做生意、看账，那不是低贱的商女才做的事情吗？我们学了这些会被人瞧不起的。你是在意别人一时的议论，还是在意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呢？刘晏，我问你，你替你母妃赶走了那么多的姬妾，可到现在，你父王身边这些女子是不是照样层出不穷呢？这就对了。朱夫人也好，中山王妃也好，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被那些姬妾所欺负，可罪魁祸首还是那些贪心好色的男人们。只不过大汉的律法并不怎么保护我们女人，无论是七出、三不去，还有和离，女人能占到的便宜实在是不多。所以要想不受男人的欺负，我们做女人的就必须要自立。你们想一想，朱丁的母亲如果每天日进斗金，自己蓄养家眷，那朱丁的父亲还会那么轻易的去欺负她吗？刘晏，要是你的母妃和你一样，是位比列侯的公主，那你父王还敢3天2头的将美人纳进王府吗？肯定不敢呢。师傅，再多讲一些，我们还要听。其实，在我没有来中原以前，我并不知道大汉的女人原来身份是这么低下的。因为在我们草原上，男人是从来不敢轻易的蔑视我们的，而且女人也从来不怕自己被抛弃。因为草原上的女人不但自己有牛有羊，会放羊会牧马，而且比男人们还要能干。这样的女人又风情又豪爽，那当然是男人们所追逐的中心了。我想教你们管账、经商、纺织，就是想让你们做一个真正强大并且可以独立生存的女人。因为只有让男人们感觉抓不住你、离不开你，他们才会一直敬重你、疼爱你。做生意有什么可丢脸的？只要有钱在手，就算被休回了府，我们照样可以披荆戴义。看账本有什么可掉价的？你们家里头有那么多的庄园田产，不会算账，被下人们糊弄了怎么办？莫名其妙的赔本了怎么办？至于学点武功呢，那就更重要了。哪个男人要是打了你一巴掌，你就废掉他一只胳膊，怎么样？想不想学啊？想学，想学！我要学算账、武功，还有做生意，还要学武功，还要学算账、这些
些东西我都要学。我学。你们看啊，这是绢布，10贯一匹；这些呢是绸布，则要15贯。接下来，我带你们去看看皮货。来，再陪我喝一杯。哎呀，今夜风寒，夫君珍重，少喝点酒。兰芝先睡了。瞧瞧，他还在那儿装贤惠。那您就多疼疼我吧。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我还能疼那只破鞋不成？来。寇兰芝，你出京之前还那么有力气骂我呢，怎么现在嫁了人就任凭人家鱼肉了？你又没欠陈家什么，又何必忍气吞声？要是不想窝囊的过一辈子，就好好敲敲这本律书，早点想法子和那个负心人和离了，早点脱离苦海。人生在世，面子算什么呀？只要你敢，我们就能帮你搬书字。还有啊，你弟弟正在宫学被我作践呢，要想报仇，就赶紧自己进京来。女父整天带着这帮女生神神秘秘的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人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来，你们往这边看。哎呀！这位美女姐姐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踩！哎呦！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看到没有？只要掌握好技巧，像杨女妇这么柔弱的人都能出奇制胜。你怎么又真打我呀？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哦，原来这一招是阿叔教给你的，还好我没去。大将军，麻烦你过来示范一下。你看我这样子啊，对着男女士也是我们的。来，装作打我一巴掌的样子。那不行，我舍不得。大将军，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。我是你哥，你是我妹子，我怎么忍心打你呢？快点儿，别啰嗦了。来，那我真打了。快点儿。哎，还哎呀！看到没有？只要学会了这一招，看以后哪个男人还敢欺负你们！天哪！女妇这是要带出一帮母老虎来啊！这已经变成母老虎了。哎呀，别吵！好了，你们各自组队去那边练习吧。我们也去练吧，走。别装啦！怎么样？没伤到吧？哎呀，谁装了？你怎么那么狠啊？我现在还疼着呢。这要是魏婴，你舍得下手吗？要是他在这就好了。那边那么远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是我不该提这些事儿，算我欠你的。走吧，哥哥带你喝酒去。喝酒算了，邓志，这回我还真想麻烦你陪我走一趟。你说呀，上次我没帮上你，后悔的我跟什么一样。这次就算你要天上的星星，哥哥也给你摘下来。我想请你问太后娘娘要一道旨意。什么旨意？如果寇兰芝回京，还请太后让她重新回到宫学，重
同任女妇之职。他怎么了？我们陈家这是造了什么样的孽呀？竟娶了这样的女子，既不贤惠又不孝顺。你就是这样孝顺婆母的，把她老人家都给气病了。夫君，并非兰芝对婆母不敬，而是婆母让兰芝把温泉庄子的地契拿出来给小姑做嫁妆。可那明明是我娘家的陪嫁呀！你人都进了我们陈家，你的庄子就是我们陈家的庄子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把庄子拿出来的话，我明天就写休书休了你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把你们寇家骗婚的事实都给说出来，让全京城、全阳谷的人都对你千夫所指。陈娟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自打我嫁入陈家以来，哪一天不克勤克俭、孝敬舅姑？我到底犯了其中的哪一条？你要休了我！你不孝敬父母，就该被休。你德行有亏，所以才隐瞒退婚之事。姓寇的，你就是一只破鞋，难道还要我恭恭敬敬的把你给穿上？你闭嘴，陈儿！好啊，你敢打我，居然还反了你了，还……打你又怎么样？哎，陈儿，寇兰芝，当初你找我退婚的时候，不是挺霸气十足的？怎么今天对着一条恶狗就完全没有气势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给班叔写信，让他派个人来帮你和离吗？老子就是那个人。你是何人，竟敢私闯太守府？哎，陈儿，陈儿！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上面写的什么字。邓是，莫非是邓大将军？果然是一双狗眼。啊，老夫参见大将军，不知邓大将军驾临有何贵干？寇兰芝是在下认的妹子，我这个妹子今天要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儿子做个和离，我这个大舅哥是来做个见证的。和离？和离？我没有要说和离啊！你说没有有个屁用啊！快去准备笔墨，我妹子要写和离书。这，快去啊！让我帮你找啊！不用，有。你看看，除陪嫁之外，我不取一物，但求从此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，如何？快按手印儿啊！来，我这个人位高权重，行事又跋扈，还是个武夫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所以呢，以后别让我听到任何你议论寇家的消息，要不然，不止你的小命难保，就连你那个当太守的爹，小人明白。走，妹子，回京城。不是大将军不要他了吗？怎么看情况？嘘，别说话，人还没走远呢。哎呀，真是松了一口气呀！啊，对了，儿子，赶紧吩咐下去，就说咱们家从来没娶过这个媳妇儿啊！哎呀，快点办！喂，行了，我自己会走。你倒是凶起来了。刚才你被那窝囊废打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这样啊？今天要不是我来了，就算你今天不来，我豁出了性命也能离开这个虎狼窝。大将军，你肯出手相救，兰芝感激不尽。但是，你也最好别自以为是，
就算我今天落了难，难道就应该对你低声下气吗？我的嫁妆都清出来了吗？好，能搬的都搬了，不能搬的我就拿他们家的地屑都给抵了。做得好，等我安顿好了，自有重赏。哇，谢谢寇女父，谢谢寇女父。这马车是回京城的吗？哎，是，回京城的。合着老子从京城快马加鞭5天5夜赶到这儿，你连个谢谢都没有啊？不是将军，人家说了感激不尽啊。那也不能这么架势十足的。我才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那个。哎，是。还有你，将军，你怎么那么狗腿了？我这是自然反应啊。将军，你给他讲道理。刚才他那个样子，你可是什么都没有说呀，对吧？啊！出发！救！停！吁！喝口水吧。你出去！你怎么了？出去！哎，将军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啊。走得好好，干嘛停下来？不是，是您让我们停下来的呀。你聋了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出发！那个，大伙儿出发吧。等等，先喝口水，歇会儿再走。啊？那大伙儿喝口水，休息会儿。太后已经下旨，等回京以后，你还是正正经经的宫学女妇。其实跌个跟头也不算什么，我也打过败仗。好好跪着，你别怕眼睛肿。反正这几天在路上，没人看得见。哎，女妇，班女妇，快起来！怎么了？你去说。女妇，这些天你带着内学堂那帮女生们都在干什么呢？3天2头没在宫里，瞧起来挺好玩的样子。怎么，你们也想出宫啊？是啊，是啊，老们在宫里上学多没意思啊！以前就老听说你爱带内学堂那帮姑娘们出宫去，什么时候这种好事儿也轮得上咱们呀？对啊，女妇，我们也想跟侍卫们学武艺，总不能以后打不过那帮女生吧？没错。不急，武艺会教给你们，其他的事呢也会都教给你们。其实今天啊，我本想就带你们出宫来着。啊，真的是吗？真的，太好了！哎，等等，可出宫干的事儿挺累挺辛苦的，你们不要抱怨啊。没事儿，女妇，瞧您这话说的，咱哥几个是大老爷们儿，咱们绝对不怕苦不怕累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对，女妇，咱们什么时候走啊？对啊，咱去哪儿啊？对啊，我们肯定不喊累啊！走吗？是吗？是。大伙儿加油啊！皇上，怎么没力气了吗？小心大伙笑话你啊！谁说朕没力气？架吧架！女妇，为什么女的以前都摘果子，我们男的就干这个呀？又臭又累的。怎么，你们不是说不怕苦不怕累的吗？我们是不怕累，可是我们毕竟是宫学的学生嘛，我们干这个干什么呀？我问你们，你们以后如果长大了，
要是不当武将，能做什么呀？我们可以去郡县，当个太守，或者在朝里当个大夫呗。对啊。好，当文官呢，需要熟知政事。我朝以农桑为立国之本，但你们觉得，就凭现在在公学和以后在太学里学的那些《左传》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中庸》，你们就能懂得如何插秧、如何收割了吗？朕是皇帝，以后他们就是大官，要知道这些干什么呀？看看下面报上来的折子不就行了吗？可要是奏折里面没说实话呢？自己不种粮食，怎么能知道一顷田一年能收多少成的米呢？大汉的税赋之法是15而税1，不知道收成多少米，又怎么能知道今年有多少的赋税，能交多少给国库呢？皇上又怎么能知道有没有人从中贪墨，有多少余钱能够充军费、修水利呢？是啊，就种个菜，能知道这么多呀？当然，只有知农桑而知天下，只有躬行其事，才能深明其理。我问你们，谁可以告诉我，你们刚才种下的青菜要多长时间才能采摘呢？这不知道。哎，刚才听黄门说，大概需要1个多月吧。好，你们不妨想一想，如果你们接连1个月都在田里劳作的话，是不是也会腰痛、手破、晒脱皮呢？到那个时候，你们还会不会觉得1颗青菜根本不算什么，觉得种育青菜的农民都是粗鄙之人呢？以后呢，大家还会在公学、在太学里学到更多的大道理。可是女夫现在呢，就想教给你们一些真正学以致用的济世小技，所以才让你们学习种田，让女弟子们学习纺纱、织布、摘果。这些事情呢，女夫并不要求你们全部都要精通，可是绝对应该知道，否则以后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，又怎么知道民间疾苦呢？谢女夫教诲。谢女夫教诲，谢女夫教诲。大女夫，我们以后绝对不会抱怨了。以后啊，我们就好好读书，好好种田，争取做个好官。哎，李勇，你爹不是关内侯李光吗？这跟我爹有什么关系？给，吃吧。国风。哦，怎么了？臣刚才接到家里的人报信，臣的姐姐因为不愿意遵从婆母的命令，不把自己的陪嫁妆子送给小姑，就被夫家的人关到阁楼上，饿了好几天了。啊！谁敢这么胆大包天啊？皇上，求您看在以往和微臣的情分上，帮微臣的姐姐一把。皇上，只要您下圣旨，指责那个陈家，陈家的人就再也不会这么对臣的姐姐了。朕不是不愿意帮忙，可是母后前阵子才跟朕讲过，朕没有亲政之前，不得随意乱发旨意，不然就会引起朝政纷争的。可是皇上，要不这样吧，朕派人给你姐姐送2件东西，这个朕可以做。皇上，您以前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跟太后娘娘对着干的吗？怎么现在反而对她言听计从了呢？哎呀，其实吧，太后是个好人，还有霍恒、姚娟，甚至那个班叔，他们都跟朕讲了好多大道理。现在朕终于知道了，其实吧，当皇帝也挺不容易的。以前乳娘说的话是稍微过了点。哎，寇风，你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朕这会真的帮不了你。不过以后一定能答应你的要求，像什么当个大官，你要什么金银财宝，什么都行，都依你。多谢皇上。哎，你姐姐毕竟是嫁人了嘛，自己有自己的生活，万事呢又有你爹妈操心，你这个做弟弟的管那么多事儿干嘛呀？你看这里风景多好。跟你说啊，过2天班叔还要带我们去游猎呢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射鸟、烤肉，那才叫好玩呢。好啊，皇上，臣以前去过京郊的御林院，那里水草丰美，倒是一个好地方。御林院，那我们就去那儿。
带公学弟子去游猎。行啊，哀家准了。不过皇帝是一国之君，他不可以随意外出。可是太后，再怎么说，皇上他还是个孩子，他也想玩，也想出去看看新鲜的事儿。不瞒您说，这2天皇上跟其他弟子一起在田间劳作，还挺像回事儿的。每天除了爱睡懒觉，其他毛病一点都挑不出来。古人云：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。”臣女以为……行了行了，别以为哀家不知道，你肯定是事先答应了那帮孩子，现在怕兑现不了了吧？太后明察。你能带他们知晓农商之事，哀家很是欣慰。你说的也没错，皇帝他毕竟只是个孩子，是应该多放他出去玩玩。上次听了你的劝谏，哀家对他没那么管束了，他反而孝顺听话了许多。不过说来也有趣，你自己还是个未出嫁的姑娘呢，怎么反而比哀家更懂这些孩子的心思呢？多谢太后夸奖，臣女在草原上不也是孩子头吗？其实男孩们想要管好，就得知道他们的性子。像皇上这样的，每天跟个小野鸡似的，只喜欢炫耀，又爱炸毛。对付他这种孩子啊，就得先打他一巴掌，再送一甜枣。臣女教训他在先，太后抚慰他在后，每天又是给他送糕点，又是准他去临风阁玩。时间一长，皇上对太后的敌意能不缓和吗？太后，您吃亏就吃在没养过孩子。班女妇，臣女失言，请太后重罚。无妨，这是哀家的寝宫，又没什么外人。你说的对，哀家吃亏就吃在没生过孩子上，还以为都像书上说的那样，管教孩子就应该严厉，差点把皇上养成了仇人。偏偏又没有人敢跟哀家进谏，教哀家怎么去养孩子。就连阿明你们也不敢跟哀家说说。要不是班叔无法无天，做事不按常理，哀家只怕听信了别人，铸成大错。太后，皇上他是不懂事儿，但他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放心吧，哀家已经想通了。有你在哀家身边，管教着皇帝，哀家很放心。你们要去游猎就去吧，但是一定要保证皇帝的安全。喂，你退下吧，等你们去的时候，哀家会派霍将军去保护你们。多谢太后。阿明，宣霍恒前来见驾。喂。遵旨，臣定调拨精兵，护好皇上及宫薛弟子的安全。这样就太好了，皇帝就拜托你了。你也知道，哀家的大哥不在，哀家最信任的就只有你一个。臣定不负太后所托。霍将军办事，哀家一直是最放心的。霍侍中，看得这么入神，只怕是好久没去了，想念寿安宫了吧？哼，张大人可真会说笑。其实你也不用想太多，就是一群半大小子出去郊游而已。哀家要你跟着，也有想让你散散心的意思。本来你是在前线拼杀的武将，这1年一直在狭小的宫廷做宿卫，怕早就闷坏了。乔太后说的，这南宫要不大，天下就没有大的地方了。不过要是能出京，臣确实向往很久啊。对了，太后，这回出京，是不是宫学的男妇女妇全都可以去啊？当然。听霍卿的意思，是想带姚女妇一起纵马射鹰了。听说她的武功也还不错啊。太后，别听别人胡说，她就会那几招，最多欺负我，别人啊，她一个都对付不了。这回出京，她那个睁眼瞎，
只怕把石头敲成老虎，还射鹰呢。那就留在宫中，不要去了。待在宫里不是更安全些？你退下吧，好好保护皇帝。喂。就算贵为太后，脾气一上来也是一样的莫名其妙。唉，去把火皇给哀家叫来。太后，去。喂。参见太后。霍青。你去过御林院，去过郊外吗？臣去过。哀家已经有10多年没有出过皇宫了，好怀念那郊外的景色。如果太后愿意，臣这就带您出宫。真的吗？当然，只要您想，臣什么都愿意做。